嗱，我將每一個年份嘅尾數配上12生肖，分成10組，每次講一組，佢哋嘅馬年運程，俾各位參考，就當呢個係一個運程嘅錦囊。1960年嘅屬鼠喺呢個馬年真係要特別留神，因為好嘅事同埋壞嘅事都會極速發生，會令人措手不及。好多人都會識話，哎呀，屬鼠嘅人喺馬年多災多難，但係唔係咁絕對嘅。但係確實60年嘅屬鼠真係要有兩手準備，一邊要守好自己嘅龍門，另一邊你就要可能隨時射人哋嘅空門。只要你夠膽識，你隨時會睇到你出手嘅機會。喺1970年嘅屬狗，你哋會感覺到為勢所逼、身不由己嘅時勢，就係因為咁，你哋更加需要跟隨有遠大嘅眼光嘅大隊。暫時唔好諗住自己領軍，只要揾啱咗傾得埋嘅屬虎啊、屬馬嘅朋友啊，你哋呢個團隊就可能時勢做英雄，喺呢個狹窄嘅時勢打出一片天。因為70年嘅屬狗人有一種好堅持嘅信念，但同時又會非常頑固嘅，所以喺呢度仲要衝撞埋呢個火馬年，你停喺度一定會俾人淘汰。喺1980年嘅屬猴，你哋更加要俾其他人理解乜嘢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。呢句說話唔係叫你見利忘義或者龜縮小利，而係拎得起放得低。做唔落去嘅要即刻斷捨離，見到有少少火種嘅生機，一定要堅持，因為呢個屬火嘅馬年對你哋係極大嘅考驗。誇張啲嚟講，有啲生死存亡嘅感覺。如果你打份工，千祈唔好左諗右諗去轉工，更加唔好聽埋啲樓市向好啊，你就走去入貨。最好就能夠分散投資，但千祈唔好去追金價。我只能夠幫到你哋咁噶。1990年屬馬，你哋就好啦，後生夠衝勁，而家俾把火燒埋你嘅馬尾，原本幾爛嘅都識得起跑。你哋呢個年紀大多數都係打份工啦，除非係因為家族原因先至會可能係掌舵人。無論點，你哋識得要去揾啱嘅拍檔。如果你覺得份工唔啱你做，你就要敢於轉賽道。如果你係掌舵人，希望你能夠謙虛啲，識得乜嘢叫做三顧草廬，你就會真正係領軍馬。2000年嘅屬龍，你哋啱啱出嚟呢個社會，又或者繼續你嘅深造。我覺得如果你有條件繼續你嘅學業嘅話呢，當然唔係一定要咩讀 Master 啊、PhD 嘅。可能係啲音樂界啊、藝術界啊、建築界咁嘅，暫時做一下潛龍勿用，過多幾年你就會見到變天啦。如果你而家即刻就要面對養家活兒 ，OK？ 希望你會更加有底氣，千祈唔好好高騖遠，你哋會隨時跌入去啲詐騙陷阱入邊啦。更加唔好喺呢個財年因財失義，搞到以後呢條路更加難行。2010年屬虎，多數係返緊中學嘅少男少女。如果你哋有開明嘅家長嘅話，你哋一定要盡早選擇自己強項去發揮。所謂嘅強項唔一定係數理化㗎，可能係 K-pop 運動啊都唔定嘅。喺未來嘅歲月，你哋唔一定要做銀行啊、教師啊咁。但係咧，投身 AI 有個非常大競爭嘅。好似我哋當年係人都走去讀會計，好羊群嘅。屬虎嘅人就要識得謀定而後動，千祈唔好跟風。但係過分硬頸亦都冇好處嘅。希望你哋好好地同你哋爹哋媽咪傾下，睇下自己點去發揮啦。